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伊，嘛有人读做 a， 这就是伊加片音读第一条读做伊，有人读 a。拄出世的囡仔，咱讲鞋仔，嘛有人讲红鞋仔。啊，若囡仔穿的衫，咱讲鞋仔衫；小囡仔的话，咱讲鞋仔小。啊，若是唱歌互囡仔听讲的话，咱讲鞋仔摇。这日文音读做英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。咱读做鞋仔，就是红鞋仔。一般拢是讲还未满4个月囡仔，会晓行路进前，有人讲是幼婴仔。啊，若是2岁到3岁是老高婴仔，4岁到10岁有人讲是囡仔仔。第二个词读做田衣，嘛有人读做田衣，就是蜻蜓。咱特别讲到古早的台语字典，嘛有收蜻蜓这个词，有人讲是清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人生70才开始，50算来是英语。世界运动伤经典，游山玩水看田衣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伊嘛有人读做 a， 啊若文音读做英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